咱先来看空雷风台，早起8点已经增强做强烈风台，气象署嘛已经发布海上、陆上风台警报。中岛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20公里，今仔全台湾拢可能伫风台的范围内。目前风台的中心是伫鹅銮鼻东南风的海面向西北移动，暴风圈当个进入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的海面，会对台中以南甲东部地区造成威胁。明仔载规港风雨拢会真大。目前宜兰的台东乡、南澳乡、个苏澳的南宫里、朝阳里已经宣布，今仔暗时6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。海涌一直架起来，强度风台空热也未停止，既然情人湾就已经出现大风大影，空热来甲真惊人，海潮警报召发。气象署表示，空热暴风圈半径预期300公里，因为空热刷甲真紧，上紧今仔日暗时全台湾拢有可能列入去预警的范围。3日中昼到暗头仔就有机会登入花莲以南的陆地。那以未来24小时的雨势上面呢，可以发现主要关注在北部、东半部还有西半部的山区，都是有大雨以上等级的降雨，而且甚至呢，在宜兰的山区还有花莲的山区，我们预估的24小时雨量可以来到宜兰山区400到600毫米，花莲山区也是。那这个可能是比较接近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。台风从今天晚间开始到周四的一整天，都是会为迎风面带来比较持续性的降雨。气象媒总业根据历史资料预测讲，空热风台可能成做9年以来第一个暴风半径300公里登陆的风台。专家是评估讲，依照目前各国的路线来看，空热风台登陆台东的几率上悬。降雨影响上大的区域是集中伫东半部地区、南部的山区甲恒春半岛。它是一个范围很大，然后强度很强的台风，不管它的记录是什么，还是一样都要密切的严防。降雨可能会是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山区，那风的部分，尤其风是全台湾都会非常的有感。那花东这边看起来会是首当其冲。专家也提醒讲，因为空热风台的暴风半径大，影响台湾的时间真长，范围也大。风雨上强的时阵，按算会是3日几工。11月初1虽然已经进入台湾海峡，渐渐离开，不过风雨要真正转好，可能会拖到拜5下半工了后。民众一定要做好防风台的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